港鐵東鐵線月台嘅黃線近來改鋪成塑膠製嘅特文黃線，不過原來對視障人士嚟講，隨時成為陷阱。蕭立文帶大家睇下。同樣係長條形，同樣凸起，同樣膠做，邊條先係真嘅視障人士引路徑？俾3秒你諗。答案係睇得清嘅你都未必即時分到，視障人士一旦撈亂兩條線，隨時受傷。佢試過咁，人多有啲人逼下咁啊，逼落嚟咁，我哋咪要閃啊，或者行去第二邊啊咁咪再用支杖掃呢邊。哦，一掃呢邊，哦原來月台嚟嘅，咁咪變咗咪，就算你唔跌落去，有時個火車嚟到，錯咁一聲，你都嚇得一跳。由月台邊去到黃線大概闊1米左右。如果沿住黃線一路行，有人多，俾人逼一逼，其實踏前一步已經好近月台邊㗎啦。按屋宇署嘅引路徑設計手冊，條文係叫人順住向前走。如果要警示就用大圓點，要轉彎就用細圓點。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唔知點解要佢哋要咁嘅設計？經常聽到廣播都呼籲啲朋友係唔好超越條黃線。但係如果作為視障人士喺上面行啦，咁就會比較危險啦。視障人士就係因為咁樣出咗事，港鐵應該負幾大嘅責任咧？事實上，呢條同引路徑咁似，本應警告乘客嘅黃線，喺東鐵站上水、粉嶺、大埔墟、大學等7個站都揾到，而大埔墟站更加有3款黃線。究竟整呢一隻雙行突條紋黃線係為咩？港鐵解釋係臨時用住先，為咗準備喺月台裝自動閘門，月台做加固工程，要先移除月台邊緣嘅石蓋板，所以原本嘅黃線換成呢啲突紋黃膠條，裝完門之後會拆走。又話聽過傷健團體意見，年中之前會改晒用同樣係突紋，但單一行嘅黃膠條，點解一早唔用呢款？事前諮詢過邊啲團體，有冇諗過會令到視障人士混淆？港鐵只係話月台設計符合國際安全標準。有線電視記者蕭樂文報導。屋宇署回應話，港鐵站應該按照設計手冊設觸覺引路等嘅設施。如果按手冊要設觸覺警示，但係就鋪設方向指示磚，係屬於違例建築工程。屋宇署收到舉報之後，會按照建築物條例執法。但係署方冇回應到港鐵月台情況係咪違例。